三哥啊，你原来喝酒吃药子敬，你怎么会来的？三哥啊，一定是在家务底休息，不要误他计较。来，喝一杯黄色山酒解解闷。三哥，我有话问你，三哥，昨天我讲，如果我到8年的老板，不知意味在何处？那卖烟的老板啊，就在瓦青桥下面。瓦青桥下面。哎呀，好你，好你！年子为人不花香，没头前啊再混账。好事，好事，老板。公子，这方74年代，名叫桃花人，是我家的传家之宝啊。老板，我没下了。这年代无需这么多钱。老板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你岂肯将传家之宝出卖？这银子你拿回去做急用吧。多谢公子。公子，老板，这多年是老年家按时是精雕而成，倘若在每年3月初3，到金华湖对面的桃花潭，用桃花水洗脸，书写流畅，目睛闪闪发光啊！3月初3。到郊外去打亲。咦，昨天不是讲好了今天一同回娘家的吗？哎呀，我倒忘了，你是一同回去吧？不，今日不必忘了，我弟弟的李延庆少宗李公公，他在万岁面前讲话是很有作用。弟弟有意让你做伴，你可在谁间为他的4岁日讨得李公公的欢心，他不到万岁面前保荐你做大官哟。什么李公公、张公公的，为啥要做官？用不到他来保荐吗？我的事难道是可以随便随了送神的吗？不要忘了，你我都是豪门世家，倘让你守王道不是丞相，我昔日两人怎会嫁到你王家？你不仅私度，为这娘家都无脸面，今日你是非去不可。好了好了，你的话我都听你了。官人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大晋皇帝规定，每年3月初3，大官贵人都要到民间去与民同乐。你不是要我那种仕途吗？那么你要我违抗圣上的旨意吗？这，官人，你不能这，你，哎呀，万好万好，一个小小的年代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这个年代乃是西施珍宝，欺人娘的谁也若谁。西施珍宝，我当能中郎之女，还不及一个年代。
你也只知道鸡头些事，从来也没有正眼看我一下。你真不讲道理！官人，官人！桃花旦呢？公子，给你。好，多的公娘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到我们桃花村来做什么？哎，你来做什么？快说呀！其实你不说，我们也猜得出来。啊，你是武艺行中人，武艺见得。你这一身打扮，我们一看便知。武艺才无老子。皇帝子弟爱传子，万万人家先标志，天人百姓谁不知？好聪明的姑娘，不知姑娘叫什么名字？我要你猜猜看。猜？好。嘿嘿，那么你听啊，名字就在纸上台，叫声公子是非才，桃花妹是玩笑菜，叶落满枝。耶！哎呀，猜中了！公子你真聪明。哪里？比起你们的味道，一姑娘可真差远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倒一弟弟聪明美貌，方圆十里谁人不知啊？哎，万一姑娘现在写的一首漂亮的诗。真的？你要不信，看，这是倒一弟弟送我的手帕。哎呀，公子你看，这个漂亮。真是的，大一点红花，无风是懊恼，长风景无言，华光平安家。好词，写得好，你们不要胡说八道了，谁不着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对了，早点你了，你们
总是不懂。大爷姑娘，这个，大爷姑娘，想不到你能做这么好的事，还能写一生的好字啊！公子取笑了，粗牙毒牙而已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姑娘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我虽来不看，能不能讨些水喝？快给我洗洗好。色色即亡，公子，你写得太好了。项母爷从小会书法，这是语名师之一。哦，你的字是在教你的，跟家务说呀，认真字，家务保录此书，曾经官至有名，真乃官上无二，互相亲热，难以而虑，怎能弃官反休啊？请用啥多的姑娘？公子，你写的一身好字，能否不吝指教啊？可娘的如此大的决定，我们得用笔来开始。这写字嘛，虽要端庄之事，要分，不要正，只要紧，张要空啊。那我也找你娘子写写看来。万千功夫，将我切不会连死的时候，家务中悲催的都未能吹得动啊！领真大人子，名叫王羲之，那么你不叫王仙子？王仙子啊，你就是王仙子？就问王仙子公子，乃当代出身王羲之的儿子，书法与几无几名，被人并称二王。姑娘不讲了。公子，你可谁想我这么多年吗？那当然了。那先生谁在？请在弟子一把。起来。
桃花年。大爷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桃花年？这桃花年乃是我在家之宝，不信这年代背面还有2件事呢。燕子满身落花香，马头前啊在换装。那明年的老本是我的母亲，那你们为什么要将这传家之宝出卖呢？你母亲气怀返乡以后，家道中落，特别是母亲去世以后，正好家财独占，所以不想起来了。你们家还有一个妹妹叫道根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那天在军边，没有听人讲起的。那道根的姐姐生得聪明美貌，想不到真是你的一姑娘。你的年还没有洗呢，我去帮你洗年。让我来。但愿你话我习惯了，还是我去洗吧。当心些，当心。公子，姑娘，今年你帮我洗，那明年你过再出来，这以后谁来帮我洗你？这老爷姐姐，老爷姐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姐姐，不好了！你弟弟和你妹妹在家抱得痛苦呢。家中出了什么事了？我好像听说什么冲洗消灾啊！我不要去冲洗消灾，我不要去落家。什么冲洗消灾？这不美人花姐姐往后看里推吗？爹，那个老兵会落电会，我看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姐姐本来就不愿意嫁给他，我看快快把姐姐推了。走，血在前面。你在这里，站住！你把他丢这里！我不听，我不听。老爷，公子，你快！公子，你快！这是什么？大敌已经到城了，我们到那边去找。好。
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你几时了？大爷，你可不能配，自今为妃父亲妻孙，为何交友自己？那里都没了。永在一起，愿非家非，死必我东渡关苦小为来路安家渡，小子难下一安妻，门第相差太远之，幸福不到难共两相近远，结连理，岂奈不堪生平王仙子，母娘你真天谢。我以为门第相当，天生一对，一在此更变茫茫。鸳鸯重配。
总管。对。少爷一言未归，叔叔派人去寻找。是。你最苦啦！姐姐逃出来就好了。晚上说会，这样子在侥幸逃脱，夫家就不得过问此事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要小心，提防我家再来找麻烦呐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了。王羲之的公子王仙子，他很快就要来见我的。他说他要请我。什么？你要嫁给王仙子？王仙子的母亲王羲之是现代丞相王导的侄子，健康人影响呢，只是王家两家，这是当今数一数二的豪门贵族，我们与他们是门不当户不对呀。什么？你要娶一个乡村姑娘为妻？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母亲那里也不为同意。三哥，我洗脑嘛，随乎不用，母亲的位子不哦。三哥，这次我想来个生命之人所来，让母亲她恋无不得。不行不行，那个洗脑嘛可不是好对付的，他怎肯转把关修？快走快走，好，快走来了。好了，不是对面那个女子，就是她。小姑娘，你过来，我和你讲话。你过来吧你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把他关在后园了。好，这件事你办得好。这领银子赏给你的。多谢夫人。王仙子啊，王仙子，你不能休还我不义。所想化成角落莲抱来讲道也带走。夫人尽管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是。公子，请用茶。公子，你为我闷闷不乐，让我来猜猜看。不要胡闹了。公子，你是不是要娶一位乡村姑娘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他现在哪里？他被夫人关在后院。这是为什么？打等天一黑，他原来的夫家就要来人接他回去。此话当真？是母亲爱听夫人对金总管说的。岂于此理！公子，把门打开。公子，
把门打开。是。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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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大爷。我到稻花村去了。稻花村去做什么呀？去看一位姑娘，名叫大爷。她一定长得很美吧？本人，你一定很喜欢她。我是很欢喜她。本人不要娶她。那你又将我置于何地？你不是计算云母草草，叫我许了你吗？好，请听，我最曾记了你。这想我堂堂从郎之女，岂能让你要许就许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许我不来，这是我与过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今晚必须将道爷带进府中摆荡正气，倘若道爷今晚不来，休怪我不从府你。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绝无戏言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哈哈，王夫，来，把道爷带出来。你这大爷，大爷，你都听到了。我们在找他的话，今晚却被当生气。大爷，你应该高兴啊！
来传给母亲。起来，起来。我问你，你真的喜欢他？母亲，到底他不仅聪明美丽，而且心地善良，自私大义。万人行一岁的好事，不信你可以当场试验。婆婆，你要替儿媳做主。贤子，你过来听娘说。母亲，我与大人心心相印，自动讨好，把母亲生起了孩儿。这样吧，我看到伊长得神魄清秀，必须拿他为妻吧。老人家37、47乃是平常之事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贤子啊，你兄弟7人，唯有你继任的父亲师傅大人，况且你成亲多年，膝下无子。母亲，道义说乃生一个儿子，我王家师法有记于人，你那远在杭州的父亲一定会高兴啊！母亲，母亲，我知道一为妻，而不是纳妻呀。何况我已经将他许了，这是他44岁。婆婆，你要替儿媳做主。别说了，讲道义来起，那是两件极美的办法。老毛虽着真心，但并无大错。平时劝你也是为你好啊。老毛啊，从今以后，你们3人要和睦相处，你要顺带道义。谢婆婆。道义，明天我要为你和贤子宴请贵宾，大办喜事。我们王家那去也应该风风光光，热热闹闹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大爷，你不能醉。你能好恩心意，你能帮咱们孩子，你能帮面相思你很快，我心中苦情。见面秘密情情啥子与名利放屁屁仙子啊仙子，为什么让我遇见你？为什么让我遇见你呀？自己
想我一声，但不怪他，即人所发。难道一上心为了我而生的幸福吗？妹妹，你是自知怎么能管这种事？今天是伯伯的寿诞之际，我也是请一问小心。你是生娃落家的人，当心来娃了生子。不要紧的，难得妹妹有这份孝心，不妨再带妹妹到祠房去吩咐佣人们准备，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啊。好的。金中国。哎，快去准备。好。伯伯，谁不见你送点心来呀？伯伯，伯伯，你吃点心啊？吃呀。啊，真是个小人媳妇。大妈，出了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没人啊！金中国，金中国！金中国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韦老夫人，刚才后奶奶不知为何进了祠房的门。他刚进祠房的门，赵王爷就动了火，转起了大火。幸亏我及时赶到，给赵王爷上了一支香，这才平息了熊熊大火。哎，怎么得了？道义这个小女子，上身人跑到祠房里去做什么？金城官，在我的话，今日宴请，道义不准直接。是。呀，好极了，大爷，你的嘴真巧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来，让我来听听过。哎呀，确定是个小子，不老实。一天到晚小子小子的，我就知道你有了儿子，就不喜欢我了。哎，我是欢喜儿子的啊！你真话，你真话。大爷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啊，贤子，什么事啊？大爷，啊，明天把宣告生叫来华冠的4万将军，祈祷我用
帮我们一同闲话，我怕你太老爱，想把你累在府中，你说好不好啊？那发现也是有名的高僧，曾经吸引酒法，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们怎么可以错过呢？你的日子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随后我们再去游把店，还可以观赏顾开子的闭目记壁画呢。睬你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仙子，什么时候我们能想着湖中之舟，便是有是在了。我们现在不得想着湖中之舟吗？同不是一时在呀。来，我请你背上。我真担心，这小子就像江上的一片叶子，谁都没人让，否则自在呢。傻孩子，快说道也不道也，不讲不用书，从不了他，革命强中。
定是为官的。对，我们王家世代为官，王家的子孙们应该为官为王啊！夫人，少夫人想得可真周到啊！想得真周到。这是西湖龙井，步步请用茶。真不愧为名门千金，眼为啊眼为，这都是步步教导有方。进来倒一口哈。记得导演妹妹在条平地头上，这是故意在仙子面前撒娇。只记得仙子对他到处乱走，玩到什么员外家比试法，又为什么娘家？这个仙子啊，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小气是不能随便打出去的呀。既然仙子迷恋施法，导演妹妹就投机说好，暖儿应有此施法，为啥总得是？言戏言辞有理，眼里就为娘家一套，让你弟弟在皇上面前保举仙子。我们王家世代为官，仙子他兄弟七人，就说他再有才华，我一定要让他在仕途道上大展宏图。是。
上人世，天蓝之路相不及，再不用今宵人民身旁人，无惧无愁。王仙子接旨，奉天承命，皇帝诏曰，封王仙子为福星太守，即日启程，钦此奉诏谢恩。谢主隆恩。公公，公公，请。本人母亲为王去了，为此要请你当地营帐，送你上路。是啊，我儿只有做了官，才能为国尽忠，有所作为。我怎么能够误了你的贤侄？老爷，既然如此，贤侄，我跟你一同穷行。我不愿一个人在无恙。哎，傻爷子，你这样的身子，吃得消这里路的辛劳吗？我从小吃惯了苦，我不怕这里头辛劳。哦，刚刚上任，各方面外黑分足，当地的乡绅长老都会来迎接迎亲，带上你此度的不必。我不为麻烦你的，我为自己照顾好自己的，我一定要你带我到五行去。新官上任，得到小妾，曾无体统。小妾？大爷，不用说，贤侄，我是怕迟一点，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大爷，不用担心，我上任以后，安顿好事情，我马上会回来见你。大爷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最爱你一个人。贤侄，大爷，轻轻灵灵风贤侄，这8份子是我自己做的，你把他带在身边，见到他就自动见到我。道义，轻轻令重作，口作不乱说，同样郎有水，迎风托芳里。这段算过做得太好了，我要把他一直带在身边，看到他最想起我呢。大爷，贤侄，你一定要保重身子啊！哎，
见面，好不好？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样？朕你的吩咐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好，明日送到一回去，一路上要多加小心，不得有错。是。去吧。陆客到了，昨晚没有来，我们先在亭子里歇会吧。姐姐，这陆客真美呀！平日你回娘家，公子也在这里送你上船的吧？听说稻花村很美，这次我们可要在稻花村多写些日子。姐姐，你看，那边船来了。喂，船家，花花多瓦过来。来了。老聂，我等你多时了。你是何人？你怎么会认识我？老聂，你怎么会忘了？我叫罗电报。那天在荒山问地，是我帮你把人质放松的。否则你早就为狼啦！你就是那个罗电报。昨天你那天晚上救了我，你家在花村，不知为何到这金华屋来拜读。我不是拜读的，我是来接你回家的。老爷，你本是罗家媳妇，罗家人，今天接你回家门，我敬老能贵，身强壮，你我男耕女织。男耕女这么多啊，生啊！嘿，你看午夜乱弹琴，满口喷喷响舌根，你撒泡女娘搔一搔，拉我将马牵。
都是夫人做的主呀。老爷，跟我回去吧。啊！此生走开！你那再管居然不清，我去衙门告你强抢，关我内准。罗英，不要再说了。罗典宝，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。罗英，今天不去桃花城了。走，我们回屋檐去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妹妹，这乌阳你恐怕是委屈不成了。这是为什么？老爷妹妹，水流千里归大海，四方白塔叶落归根，你只想把你陪顾听根子谁在啊华城什么根子就在桃花台，华丽的婚配与何开？此情无意三有因，这本是黄门一条根，怎可能再去桃花城？贻笑大方去自在。自古生年有寻经，老李老丁两结人，你跨进王门落水从，何去何从？你要几次成？你在王府多小妾低人一等，跟我回去，苍天作证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呀。看，罗典宝对你真是忠心耿耿，你们是多好的一对呀！是的，你的心也太狠多了。罗典宝，夫人，这100两银子送给你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老爷也讲过年，你要好好的陪他。是，我一定把儿子当亲生一样。老爷，我们回去吧。滚开！你那在关东大爷姐姐一根汗毛，我要对你不客气。此刻大胆前地，尽管在此斗罪。来人，把手印叫我带走。罗典宝，我夫人今天把道爷交给你了，他就是你们罗家的人。要是要我是你们罗家的事，与我们王家无关。夫人，请。是，夫人，我明白了。老爷，跟我回去吧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对呀。罗典宝，哎，你母逼我张婚，你又逼我认亲，你们罗家也太欺负人了。老爷，我跟我父母是不一样的呀。认亲以后，你就明白我的为人了。对呀，要跟我回去。我不去，对呀，我不去。对呀，哎呦，哎，老爷，对呀，对呀，跟我回去。哎呦，签字。大爷，
我请你来了。老爷，老爷，我在这里等你多时了。你不在家中，不是大爷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大爷姐姐死了。你讲什么呀？大爷姐姐死了。大爷死了。大爷姐姐真的死了。大爷，我已将谢大毛许了。今天于是3月初3，我看你来了。
姐姐，自从你去世以后，继父悲痛不已，对你念念难忘，时常把我误当作你。为了他对你的这份关心，也为了为你争口气，我都已让他明媒正娶，嫁一套为妻。轻轻地坐坐，苦坐不坐，不要老有岁，应付破坏力。去吧。大概我去再来。李安公，父亲，快快接旨吧。奉天皇帝诏曰，王仙子出身名门望族，才华出众，尽心宜修，得召为东宫驸马，请赐。我不见，今天我的北堂成亲，我已娶到你的妹妹为妻。就是这个小妾，这倒无妨。等我回去奏门圣上，等李公子成婚以后，再让他回去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徐安说，怎么又要拿岛根为妻？我不做小妾，我是王仙子明媒正娶的妻子岛根。对，岛根，我们已北上成亲，我对你为岛花成亲。这方事，圣上之意，岂可违抗？王家世代学皇上恩典，真是王英豪道也。母亲，至今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你就真明白。哼，你须得失礼。呵呵，这么多的礼仪，这么多的规矩，这么多的等级，死了一个大爷，难道又要害死一个大根不成？苍天啊，难道我们是天生走起的命吗？仙子，我是为了接姐姐争口气才嫁给你的，我绝不会做小妾。仙子，我到桃花镇去了。